自我2025年10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亲像大樟树共款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西结书31章第1节到18节。亲像大樟树共款，过去捌有一个牛奶粉的广告，宣传囡仔逐日若啉因出产的牛奶粉，就会大甲亲像大樟树共款。近年来，台湾的政治活动中，也有人伫鼓吹小草爱大甲变成做大树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，伫先知以西结的异象中，上帝用黎巴嫩的片杨树譬如埃及，指出伊悬大青翠，奇好茂盛，逐国拢欣羡，总是骄傲导致败亡。即种片杨树落尾受错掉，搁互野兽吞踏。咱通想象，树仔中若有一丛悬大拄云的大树，往往引来崇敬，人甚至以为其中有神灵，就称伊做神木。实际上，悬大的树木通常有浓密的树冠，往往会遮蔽日光照射到地面，影响下架的植物生长。另外，悬大的树搁较容易着雷，引发森林大火。当大树倒落来，反转互日光有机会照入树篮中，造福搁较侪的生物。1993年，台湾通过一连串用工法案，其中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上重要。该法案伫6月15日制定，7月初2生效，并以监察院公布收批公职人员的财产。透过公职人员每年申报一次，通帮助人民监督公职人员是毋是漏报财产，或者是有不明财产增加的情况，以杜绝贪污滥权，确保政府的清廉透明。当搬紧错节的大树倒落去，日光才会当无受阻碍照满土地，照亮长久受热蔽的阴暗角落。埃及乃是列国中间的巨木，受万民敬仰，总是权势甲荣耀，互伊袂记得谦卑，最后行往衰败。上帝也吩咐以西结用这提醒埃及王，伫拥有能力甲影响力的时，搁较需要谨慎家己的态度，切莫因为优越感远离正道。人若看家己目头悬，必定遭受轻覆。这是历史的循环，也是上帝的法则。当巨木倒塌，捌受热蔽的土地，才通得以重见天日，孕育新的生命。这象征旧势力的瓦解，互新特殊得以受建立。无论伫社会、家庭，还是个人的生命中，只有不公，也是压制、终止、更新甲希望，才会当进入，带来复兴甲改变。这段经文互咱明白，就算环境一时充满阴影，上帝还掌管历史。
将必带来公义甲光明。拄亲像埃及，虽然捌强盛，但是最终亲像古木倒下，成做历史的尘埃。这毋干若提醒埃及王，也提醒咱，世界上的地位、权力甲财富，这个拢是短暂的，只有倚靠上帝，才当踮永恒的国度中找到真正稳固基础。人若只有仰赖世俗的成功，将必行往消逝；若建立性命伫上帝的真理顶面，就当立于不败之地。默想，以西结书31章以行动的譬喻，说明骄傲必败的道理，提醒人骄傲的危险、光明的必要，以及世间权势的短暂。这互我安怎谨慎伫家己的性命选择的？以西结书31章以行动的譬喻，说明骄傲必败的道理，提醒人骄傲的危险、光明的必要，以及世间权势的短暂。这互我安怎谨慎伫家己的性命选择的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求你互我保持谦卑，无因为骄傲远离你的道路。愿你的光照亮我心中的黑暗，互我会当行伫正直公义的道路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